哇哦，梅艳芳在1994年的慈善演唱会上面演唱了好朋友陈百强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用这首歌来怀念他。你想知道是哪一首歌曲吗？马上告诉您。经典时刻，经典就是流行，经典时刻与你分享精彩的每一刻。我是你的 DJ 废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好，今天我们的影片呢，要带大家来到了1994年香港天皇天后慈善音乐夜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哦。而这个香港这个天王天后慈善音乐夜呢，是为了要帮助呢香港玛丽医院的癌症中心啊，来筹办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费用所需要的费用。1994年9月7号所举办的这样子的一个义演晚会哦。而当时呢，我们的梅艳芳呢，穿了一袭呢利落又充满个性的黑白裤装来登台，用她那低沉、充满磁性，而且具有穿透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哦，当中呢为大家演唱了这首好听的歌曲。而这首歌呢，就是陈百强所带来的《偏偏喜欢你》。其实呢，唱的大家呢，真的就觉得很感动哦，用这首歌来怀念过去这位挚友最深的致敬还有怀念了。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经典时刻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陈百强曾经唱红过的这首歌曲《偏偏喜欢你》。虽然呢，梅姑跟我们的丹尼就是陈百强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留下来的音乐，还有这段珍贵的演唱画面，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经典歌曲、经典音乐无可取代的魅力。你准备好了没有？经典时刻，梅艳芳带来的《偏偏喜欢你》开始喽。水揮不去，苦悶散不去，為何我心一片空虛？舊情已失去，一切都不對，滿腔恨愁不可消除。為何你的嘴裡總是那一句，為何我的心不會死？明白到愛失去，一切都不對，我卻為何偏偏喜歡你？愛已是負累，相愛似受罪，心底如今滿苦。想見你，為何我心分秒想着過去？為何你一點都不記起？明白到愛失去，一切都失去，我卻為何偏偏喜歡你？有呢首咁好聽嘅偏偏喜歡你，讓我哋一齊懷念一位音樂樂壇嘅奇才。我已是負累，相愛似受罪，心底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时刻，经典就是流行。希望我们今天的影片能够呢唤起大家很多心理深处的一些记忆跟回忆哦。感谢你的收听还有收看，不要忘记了帮废品来分享一下。如果你喜欢我们短影片、短视频的话，怎么样分享呢？在我们的 YT 频道搜寻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帮我们订阅，然后呢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分享给你所有你的通讯录里面的好朋友。开玩笑的，分享3个就好了，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还有收看，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